也是祝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1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6节到17节，以赛亚书22章第1节到13节，21节到28节，使徒行传第8章26节到4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传福音。先知的话到底是啥物？咱知有真侪人足袂介意先知的话，因为因讲先知总是会讲无好听的话，因有言处罚的代志，是上帝将来要判断人的一个景象。若阵有人讲先知的话就是上帝的福音，迄一寡人绝对袂当相信。为什么有言处罚甲有言苦难会是福音呢？咱必须爱学习对无共款的角度来看。虽然咱知先知所讲的话大部分拢毋是人爱听的，但是却想尽办法阻止人继续犯罪，阻挡人继续离开上帝的道路的一个真重要的提醒。如果人愿意听先知的话，一定会当蒙福，一定会当得救。若是安尼，先知的话一定就是福音啦。以赛亚书22章第1节到13节，21节到28节，这是有关异象山国的信息，是安怎恁拢爬上厝尾顶？恁即个充满闹热喧哗的城市，恁中间死去的人，毋是互刀剑杀死，嘛毋是伫战争中死亡。恁所有的官长拢归恁逃走，无一个开弓射箭。战士虽然走真远，嘛互人找着，做一个掠去。所以我讲，莫插我。互我痛心地哭，毋通想要甲我安慰，我的同胞拢要无力。这是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互异象山国的惊吓、混乱甲受吞大日。伫迄日，城要受攻破，哀哭的声对遐响出来，依然会兵骑马。坐战车带笛箭地来攻击，吉年的兵看到阵败出袂出来。离上水的山谷，战车满死，马兵伫城门口徘徊，犹大所有的防卫拢失效。搁伫迄日，恁期待黎巴嫩临江提供武器。恁发现大必城有真侪破壳，就伫下池积住水。恁点算耶路撒冷的厝，拆厝来修补城墙，互墙较好防备。恁伫两个城中间做水窟，通积住旧水池的水。毋过恁拢无挖靠，做即个城的上帝。嘛无甲古早的就计划这项代志迄位看伫眼内。伫迄日，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叫恁着伫哭哀伤，着剃光头穿麻衫。毋过恁狂欢宴乐，太牛太羊大食大啉。恁讲咱来食来啉，因为明仔载咱拢得要死啊！使徒行传当然是使徒画出一个见证的记录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使徒行传第2章26节到40节，咱看见着腓力受差遣，去甲一个外邦大臣来谈论福音。因为大臣在谈论先知书的内容，因为上帝受差遣腓力去解说，并且叫做传福音的人。
就算这个大神是非犹太人，但是这是上帝所立的誓约，并且以竞选人来回应伊家己的目标。圣经经文来讲，主的天使甲腓力讲起来，南边去，行到耶路撒冷，要去加沙迄条路，迄条路已经荒废。腓力起来就去，伊伫路中拄着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，这个人是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的财务大臣。伊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，伫要到。坐伫车顶伫读先知书以赛亚的册，圣神甲腓力讲：你进前去对伊迄台车。腓力就换去，听到伊伫读先知以赛亚书的册，就问：你伫读的有了解无？伊因讲：无人甲我解释，我哪会当了解？太监就请腓力就请甲伊做伙坐。伊咧读的迄个经文是安尼：亲像羊互人抬起台，牵起台，亲像羊仔伫这满人面前无出声，拢无开喙。伊忍受凌辱的时，无人替伊主持公道。什么人会当说明伊的细细？因为伊的性命对地上消灭。太监问腓力：请问先知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是咧指家己，还是指别人？腓力就对迄段的经文开始对伊传耶稣的福音。因对迄条路落去，到伫有水的所在，太监讲：照水，我减袂当用，伫遮领受洗礼。太监叫车停地，腓力甲太监两个做伙倒去水里。腓力就甲伊洗礼，因对水里起来时，主的神甲腓力接去。太监无阁看到伊，毋久要欢欢喜喜，继续伊的旅程。后来有人伫亚瑟拢看到腓力，伊沿路伫逐个城市来传福音，直到伫该撒利亚。4篇40篇经文较长，请咱家己来研读。咱做来祈祷，讲求主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阮，诚做好佮忠心的仆人，乐意坚定来活靠，来把握机会传主的福音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